TVB 新劇《俠醫》將開拍，視帝陳豪挑戰中醫師，與老拍檔再合體。TVB 如今有不少新劇正在熱拍，雖然多數都是大製作，但是對於觀眾而言，這些合拍劇看起來並沒有什麼意思，反而一些小眾的自製劇會比較受歡迎。剛收官的《奔跑吧，勇敢的女人們》雖然放在炮灰檔播出，可是自從播出以來也是收穫了不少網民的關注，口碑更是直線上升，可以說給觀眾一個意外的驚喜。而自從去年開始，顯然大台已經減少了自製劇的數量，把更多的心思都放在合拍劇上。這種做法當然是高層站在盈利的角度上考慮，但是明顯輸了口碑，長此以往絕對不是良策。近日有消息指出，大台不久後將會開拍一部自製劇，名為《俠醫》。這部劇其實早在去年底的時候就已經被提及，高層更表示是今年將會和觀眾見面的項目之一，但是演員陣容並沒有確定，唯一可以公開的是男主角將會由視帝陳豪擔任。至於具體的開拍時間雖然還沒有官宣，但是據說女主角方面也有了人選，就是近年頗為受捧的張曦雯。陳豪加張曦雯這個組合其實對於觀眾來講再熟悉不過，二人已經合作多次，是比較默契的老拍檔了。去年播出的台慶劇《企業強人》中，陳豪和張曦雯就是飾演一對離了婚的夫妻，他們也是擦出了不少火花。此外，兩人在《白色強人2》中也有合作，這一次在《俠醫》中再碰面，不知道觀眾是否會覺得沒有新鮮感呢？其實陳豪和張曦雯都是金牌監製羅永賢的愛將，強人系列的劇集他們幾乎都有參與演出，所以很多觀眾看到這樣的陣容，都會不自覺的聯想到俠醫的監製就是羅永賢。不過這方面暫時不得而知，畢竟片方還沒有正式公布。當然還有一種可能，俠醫的監製是不走尋常路的陳維冠，他也是與陳豪有多次合作，比如羅密歐與祝英台、殺手等。熟悉陳維冠的觀眾可能都知道，他一向擅長拍攝一些比較異類的作品，對於演員來講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。這一次若是俠醫真的由他執導，相信也會有新的驚喜帶給觀眾。至於其他的演員陣容還處於保密階段，相信到時候劇組會對外公布。俠醫這部劇講述的是一代中醫師的故事，陳豪雖然演過醫生，但是對於中醫師這類角色還是鮮少接觸過的。好在戲外的他有個中醫師母親，相信拍攝前期他會主動向母親請教有關知識。作為女主角的張曦雯現階段正在拍攝新劇《模仿人生》，劇中她和羅子溢合作，二人也是老拍檔，不存在磨合的問題。由於該劇是大台和內地視頻網站共同出品的作品，所以有一部分是在內地取景。雖然工作期間張曦雯要兩地奔波，但他仍不覺得辛苦，看來也是精力充沛。如果到時候俠醫開機，模仿人生還沒有殺青，張曦雯就要同時間兼顧兩部作品，而且作為劇中絕對的女主角，她的戲份一定很重。不知道那時候張曦雯是否堅持的下去呢？這不僅是對其體力的考驗，也是對她演技的一個考驗。